香港每日樓市點評2026年1月21日，踏入2026年，香港超級豪宅市場持續暢旺。短短20日，本月一手新盤市場已出現多達16宗逾億元豪宅成交，幾乎日日錄得豪宅成交。恆地、新世界天譽昨日再錄大額成交，剛售出為2期一座25樓 A 室，成交價達1.42億元，尺價達5.1萬元。同時，恆地昨日在代理簡介會中證實屋苑2期一座46至47樓複式戶，於上月以公司轉讓形式售出，成交價高達8.8億元，單位面積達8310平方尺，成交尺價達10.5萬元，成為歷來售價最高的分層豪宅。此外，長實位處中半山波老道的超級豪宅21 Borrit Road，昨日江德屋苑今年首宗成交，剛以招標形式售出1期11樓1號室，單位面積2945平方尺，成交價高達2.1億元，尺價高達7.1萬元。有關香港地產最新訊息，可瀏覽世紀21香港C21HK。